乜嘢係 toxic relationship？就係你每一次食煎炸嘢同埋打邊爐都會爆瘡同埋熱氣。只要一包納米級六角靈芝粉，就可以改變呢啲有毒關係㗎啦。打邊爐如果加咗靈芝粉，湯底就即刻變得滋潤，又唔會熱氣。就算係煎炸食品，都可以平衡返油膩，唔怕生飛滋，仲有可以舒緩炎症同埋痛症㗎。佢哋採用咗 UltraNet 活性超小分子科技，食材都會用靈芝粉去醃製同埋煎炸，所以呢，其實比起其他坊間嘅餐廳健康好多㗎。將靈芝多糖打成納米級，香港 STC 檢測含量高達53.6%，秒速全溶全吸收，幫你提升免疫力、抗敏同埋抗氧化。佢呢仲可以用喺水啦、湯啦同埋油嗰度，甚至呢可以用嚟煮飯、煲湯、火鍋、醃製食材都得。全港唯一一間打邊爐都可以養生，鹿鼎會用呢款靈芝粉，湯底就更加甜，食材更鮮嫩，冇添加化學物質，食得養生又好味。想火鍋、煎炸都食得健康，一包靈芝粉就得啦。